别动。把钱拿出来。都给你，你别伤害我就行。300块钱，给你吧。你都拿着吧。拿着吧，我这财产都被冻结了，好几天没吃饭了。别害怕，你看我这算账也不像抢劫的，一时陷入低谷，过几天还你。来，加你一下微信，过几天还你。我是前几天抢你钱的，今天晚上老地方把钱还你。别动。钱都花了，再借我300。啊！点个赞，关注一下吧。